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绵咪，咱来读这个台湾通讯网报312期，要按第19页来甲读起。有兴趣的朋友会使伫这个啥，爱去册中国立台湾图书馆的本土语文教育资料库，有兴趣。顶悬这是台湾图书馆的连结啊，一寡我想讲要来提供的资源，临时的讲台语当作是，无人提供迄个节目的文字档，甚至敢若有两种形式，是新合作迄个啥，有语料会使讲。有一个语音合成器，可能是讲介是毋是啦，毋过嘛是会使参考的。是原来啊，讲听。个啥？台湾通讯因家己有一寡网站的连结，甲迄个啥，因个用字的参考，特别讲。迄当伫咧读《悲惨世界》的序言啊，《悲惨世界》这个小说，台湾版的小说是，因拢用汉字的。那么个李阳国基金会因就改写做因的用字完整，汉无人参写，所以有的人可能袂讲解释过，啊这我嘛唔知，就是安心自在。或者是精选你适当的方式，你较介意的方式，甚至你若是家己写作的时阵，你就在精选嘛，可能是，所以，当然迄个啥，无用一个用一个头壳戆戆就全会唔对去安尼。好啦，可能大概就这样连结啦吼。一个是顶悬直接迄个连结嘛吼，啊一个是迄个伊个迄个啥，我伫确认所放的即个，所以就拢参考安尼。好，我来讲，图涵来愈好，时间来愈好。两米可能要读迄个第19页文化艺术新高阳即个，啊这是算两个人踮咧搭水果的啦吼，啊可能就是将。扮演一个角色，啊我就讲要先读迄个啥，9点进前随我意，我要读即个陈雷生的所写的乡土宝记，啊就罔听，因为迄个啥，时间到的时阵，志源甲有娜才分别来扮演一个叫做高妹或高妹，我唔知要怎读高。我看到迄妹，我就想要甲伊读到客语的高妹勇哥吼。啊，在这进前，我就先来读陈雷生的即个乡土宝记的小说，罔听。啊，大家较朋友就罔听啦吼。两人伫遐舞一步吼，就是迄个阿吴甲因款啊，两阿某可能找到金文财宝还是啥物货。两人伫遐舞一步，一个撩头啊，将莫叮当。青光抹了老手，煞车一倒，迄两人哩哩啦啦，叮叮咚咚，车甲一罐茶，一甲看，佛祖啊，摇金摇银摇珠摇玉，两人四蕊目睭，玲玲珑珑，酷练，太富看。规罐茶毋是黄的，就是白，
毋是圆的，就是扁的。啊，有问因某款啊，这敢拢真诶？款啊，捡一卡金款来挂，捏一块玉心仔来摸，搁撒一罐珍珠破链，放伫喙角，加袂落，讲真诶真诶，紧张甲骹手颤，欢喜笑一个撩雪闪出来，甲翁讲有啊，我每时做梦见若带撩人就醒，即摆撩出来啊，人还伫遮。米还伫遮，这毋是真诶，还是啥？啊，有讲，款啊，啊若毋是伫做梦，我太目睭晃，我太目睭晃，我嘛毋知晃呢，伊就写罗马字，看到是，我刚才读有材料照读念，啊伊迄个语境大概摇会出来，大概是啥物意思啊？若要开课就先过去。豆豆查呢，头壳重重，骹手浮浮，哪像无食夜飞。即时远远过天，天地拍浮光。啊有问，担要安怎？因某捧一捧龙吟，大喙笑西西。我毋知伊是咧读西啊西呢，东西南北啊西方真是爱西。我可能是读过西吧，因为喙仔二西西迄个概念吧。大喙笑西西，要安怎？担这米，我来食好穿好，欢喜佚佗。啊有讲，这米毋是咱的，看啊问，毋是咱的啥人的？都讲，你袂记得？迄插要去进前有甲你讲，剩咧看会到的、摸会到的，拢你的。这物件。天天看也会着，摸也会着，毋是你的，也是啥人的？啊有摇头，这米毋是咱的，也毋是单得的。因某讲，明明待伫伊的梦内底，安怎毋是伊的？啊有讲，这拢是做贼手啦，毋是伊的，也毋是咱的。看啊，看遐个金，遐个银，遐个玉。遐个珠雾雾洒洒，听有搁听无，问因翁担要安怎？啊有伸手去尿兜仔内，捏三块龙银出来，大三字入福金，放伫手里讲，这三块龙银毋知啥人的，先借来用，赶紧甲尿兜仔搁戴好势，好咧甲单滴放落土坑里。放落土坑里，交头砍一个蒙菇，蒙牌徛好，匆匆周至，已经天光。好，过一分钟就使读这段。比方讲，伊这个后壁这一字一年呢，这敢算尾头呢？好啦，这个时间到，转来读，咱的迄种就好啊。我先做一个记号。歹势，安尼是，安尼是毋是迄个有哪甲志愿，互恁轮流读？可能总共敢若5页啦，啊，反正就是讲一句嘛，伊就讲一句来一句去嘛，敢若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就是高妹和上个嘛。啊，恁就盘演落去安尼。我看有影。我读头前，互恁，我读甲大家好，啊，恁就一人一个角色安尼，好无？312期第19页即个陈怡清所写，文化艺术新歌谣，红菇包豆鸭，要食就来看。毋正放互臭酸鸭，大家好。我是高妹，迄内底敢歹读？免我读好啊。地单个市场花妈的鸡头毛。
志源的志源。我是熊哥。熊哥是判三太子，吼，即马吼来教恁同齐，这个你们跟恁同齐读念的款嘛？阮咧表演的是这个，嘿。即马，阮要表演的是文化艺术新高雄。较实影，我感觉因为可能伫咧 Clubhouse， 伊敢若有时间差，歹掠，安尼可能未来若准讲要叫恁共同念的吼，可能我来念，反正伫后壁就是一人一句安尼。好，安尼教互恁念无？好，出场挂乌人目镜，结驾车，急迫打档仔的形，安全无摕落来，变做爆炸头。因为地花嘛，迄个头，所以规个崩开嘛，所以讲爆炸头安尼。倒伫涂骹，一骹举悬，一骹低，拄久拢用精神皮刷创啥？在哩啊！搁要去驾车哦？无担心。酒前甲天公照打就好啊。受气转欢喜，安尼毋才差不多。时代有啥物爱配合的？来即套。较正经嘞。安尼时间差吼。车顶惊牙咧，惊牙咧，可能是剧中的款吧，我咧摇。惊牙咧。带你去一个好所在。啥物好康的，我紧报我知。互你看卖咧。摇着手。当然看情形。真啊假？哪有假？若假就爱换。换啥？换我昨日暗时是我换坐大车。大班啊，大班，咱带咱去佚佗。哈？搁要坐阮哦？嘿啊，但我是驾车驾上大只的，而且毋免曝日，搁会当吹冷气哦。即点我有介意，一白应够水。抑毋过是要坐到倒一站？先去是台东、华东，差不多。我无确定因咧地名安怎读了，我毋知影。哦，台东艺术文化中心。我知，网络广告有一站吗？是伫凤山国父纪念馆对面新起的足水现代设备胶船哦，胶船还是胶坐船？可能，伊目前坐船甲胶船，敢若有当阵啊是会使共意思，会使通有当阵啊，伫一寡语境是坐船甲胶船的意思有真差。伫即搭遮现代设备胶船甲坐船，我掠袂出来。敢若拢有，敢若拢会通咧。有机会咱再过来开课。好，歹势介绍。你来有分我几时啊？无，你叫是我敢若会晓坐夜市哦。无啦，你佫会晓教舞，去跳街舞会行。嘿啊，你哪会拢知？那安尼有合你的口味无？若是咱少年囡仔爱跳舞，嘛有足侪表演会当看。亲像演唱会舞台剧唱72条，我心骑白马啊，走三关。才要想，我该换所以啊，
飞中原煞，煞落来咧，去凤山古市啊，食米台目啊，或者是食古早味的乌冰，水还未食着，喙烂就插插滴啊！拳头坐到惠武营站，较早是兵营，即马嘛开放，互大家散步、听歌、看表演。我咱是要看演唱会、客家戏，也是播拢敢若有一寡画过食条去的款，我无确定。哦，拢有足侪选择。多妹看诶，鸟，看鸟，有熊个的手，甲这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放开啊，老放开。假影秘术，牵熊个的手。我较想要伫内底的穿啊树骹散步。嘛甲高妹手牵咧，老诶，明仔载爱食菜，你明仔载食菜。大熊乌龟，甲高妹手爱掉，你毋是我诶菜。换食活食嘛袂歹，猫一礼拜，摆摆红食袂空。哈哈，后面哈嘿，哈这会两个好，恁暂时大家讲有一支病汤，有一边呢，有一支病呢。迄个 K 罗甲山里来啊啦吼，安尼是毋是？我毋知你有对着无？或者是后壁过两夜才有 K 罗甲山里读，啊，即个21啊，继续互乌娜甲志源读好无？啊，连咪 K 罗是毋是就22啊 ？K 罗念高妹，啊，山里读念熊哥，好无？安尼志啊21啊，就搁互继续乌娜读安尼，乌娜甲志源读。讲实在诶啊，高妹啊，你敢有感觉咱高雄变足济？这扭头转度可能是身躯伫摇摇摆摆诶款吧。哦，扭头转度好。转头啦，歹是转头，其实就颔棍啦，就是颔棍，哦，可能肩胛头无，肩胛头以下无叮当啊，肩胛头以上颔仔棍佫头淡仔转叮当诶款吧，我咧摇。扭头转头好。有啊，县市合并了后，咱高雄若变大变数是嘛愈来愈有文化气质。衫叫着咧，表现气质的型。敢有影？较早咱高雄有一个足歹听诶片名，文化沙漠。较早一个文化中心尔，即马增加几若个亲像拄则小界的台东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。凤山客运站头前有凤林广场，定定有大型的艺术表演。几年前，伫高雄码头附近就成立福智艺术特区。到早有愈来愈侪艺术家带入去。爱河商平，尤其是真爱码头。若到夜暗，灯火闪闪烁，光片，敢若一时咧。啊，若高佬甲钱。好，感谢啊，后来22啊，迄个160来啊，
22啊，是毋是 Carol 读高妹，啊Sunny 读熊哥，读26个，迄个条件龙啊字啊，好，会使小准备一下。好，来，即个 Carol 甲 Sunny。台湾的每一站拢有设艺术展览区，比如讲你会倒的外形是亲像法国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。Sunny 咧，Sunny 有对着无？无声音，若是无开麦克，还是无方便，无确定，还是叫恁咧？好啦，我先读念一个好啊。你读到倒位22啊，22啊，你互你互你读上个好无？第二个中央公园外口。22页的第二个上个遐。嘿，倒手面顶缘迄个。中央公园外口有大型喷水池的设计，呼应口面的商业区。什么叫口面？口面就是路面迄个概念吧。口面、路面、外面，歹势恁继续。咱要伫外口是龙16公园，规年冬天红花柳绿，大人囡仔拢爱来。定有大型的演唱会，闹热滚滚。捷运站内，捷运站内底拢有艺术的海报、广告的扛棒。而且用的好水的。尤其左营站内，尤其左营站内底的彩圈市集，有足侪流路的细项艺术品哦。拢有街头的人走唱，佮足歹听的。甲人，我毋知 Carol 读念着，还是因为当听啊，着，还是讲什么？好。无啦，甲人这个屁股。无啦，伊就甲人的意思，伊就甲人啊，对，人家讲足歹听，就甲人啊，哪有话歹听啊？啥物就甲。我头拄是咪讲足歹听的咩？好无啦，佫袂足歹听的啦，嘿嘿嘿。好，你足老诶。无啦，失敬。欢迎大家来营营，来等车，来捧场哦。等一下，歹势，念着位。讲的是 Carol， 是的。手拍。好行啦，等一下。声伫倒伊？小了袂？要袂，剩一项。咱内底有免钱，佫会当找恁去的客诉中心呢。伫倒？伫后夜甲西甲这2站，会当读到暗时9点哦。当时遐认真。你是想讲，毋知佫有免钱的网络通耍、小说通看无？歹势啦，互你掠包。23页。对，23页。认真。Carol 无去，声音无开的款还是安怎？还是无认真后壁就无去啊？因为我感觉伊敢若是毋是
一寡字会向加去加去，就像头前咧读敢有即种现象。啥物打出来打字啊尔？啊，网络顶悬，哟，所以网络顶悬，你是直接看群组内底哟。是无对网络。安尼歹势，安尼志源甲迄个有哪有看到无？有安尼志源的，还是有哪继续读高妹，我来读上个好啊。无认真，差一点仔袂记得小解咱即几年办了风评诚好的草地音乐会。我知，你是咧讲伫美术馆的草坪顶，家己早铺伫涂骹的塑胶地啊？无啦，伫黄昏的时，甲一群人退休坐伫遮听演奏。虽然加减有几只蚊仔，毋过真有古早味，像迄阿嬷的时代，食暗顿了，逐个来到庙口看电影，顺线博感情啦。毋过，你若看天顶，就会发觉天顶毋是全乌的，是深蓝色的色水。有当时啊，看会到天星闪闪烁烁。有当时啊，月娘伫咧微微啊笑。东方西洋透南做伙，合唱团过交响乐，规盘棚内拢好听。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开拢公开。出将入相照步来，命运靠咱来安排。台顶表演10分钟，台骹训练10年工。认真扮演好角色，虽然亲切来做伙，要做伙念。总有一天，咱高雄艺术文化的会长会传到全世界。下台一鞠躬。伊这上尾一句其实应该是只是一个动作吧，理论上应该无需要读念吧。伊就讲伊这是啥物？高雄市的明华国中学生参加答喙鼓比赛得奖的卡本，就有得奖，啊，才摕出来，大家嘛罔参考，罔读念安尼啊。趣味啊！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玉林拄啊问迄个口面到顶有收啦，就是外口外面的概念啦。这个事我嘛是学台语了，才知影讲哦，有人安尼讲呢。伊讲宜兰偏江腔，还是台南混合腔，高雄的混合腔嘛，拢讲口面即个事，所以可能真正北部除了宜兰以外，敢若就较罕有人会讲即个事啊呢。拢讲外口外面嘛，啊伊就是台南高雄会讲到口面啊呢。可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新店嘛无咧讲，台中伊讲台中偏江腔有一个口面的讲法。当然有当初即种腔口的调查是毋是安怎讲？一桩一桩看伊迄个抽样，还是讲去田野产业调查的时阵，到底调查到什么程度，我毋知影。啊，所以敢会是因为安尼？就是讲有一寡人会一直咧质疑，或者是一直咧无接受教典所建议的这字词，敢会是因为安尼？因为当中可比讲，因为目前所写大部分拢算啥？无到达县市，抑毋过嘛无法度诱到每一个乡镇市区。啊，当然若要照王家英老师，伊敢若即几年啊，最近是毋今年个上新的迄个做啥物风音地图嘛？就是讲，伊可能是有诱到乡镇市区的范围。啊，遐乡镇市区的范围其实是含迄个啥水流的方向有真差。我为啥讲水流的方向？就是讲，可能较大条的溪流的时阵，中部不管是
大肚溪、芦水溪，甚至南北、大安溪、大甲溪，这种较大条的溪水的时阵，你无遐尼简单听个提刀过去，去到对岸，一定拢咧共一岸伫山顶动嘛。啊，迄个腔口可能就安尼流传。你讲北部的淡水河，就准讲提刀不哩啊发达的时阵，即个腔口要渡到对面去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，尤其伫较久以早，对吧？迄种300-400年的时阵，所以当然我无斟酌去现王家英老师迄个风音地图到底是生到啥物款，要毋过我咧猜想，有一个讲法，就是因为种水流的影响嘛，地书共一个腔口，还是腔口小外，甲迄个南北岸有真差啊，所以遮尔久以来啊，尤其一个讲法是啥？1908年日本人来了，拍通纵贯路嘛，铁桥路拍通了，加速交流啊，日本人佫禁止台湾人迄个啥海盗嘛。所以透过交流的方式来，安怎讲，腔口融合用，敢是安尼讲。所以目前教典所讲的这个腔口，讲什么鹿港偏泉腔、三峡偏泉腔，啥，这有的人会感觉无啊，佫无安尼啊。所以用这点来否定教典的这种粗浅的建议，我感觉嘛。无讲介适当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伊这当然甲顶一期嘛，敢若有类似即种搭喙鼓是啥物货？而且顶一期敢若嘛是讲到高阳吧，我袂记起来。我要讲的是即种或者剧本的写法啦，其实嘛是诚做啥？笔路、手路的表现法，就是讲，你会使甲你想要讲的一寡代志提出来，用这种方式来呈现。顶一期是林明柱所写的《美丽大高雄》嘛，我那嘛是高雄地区嘛，所以这种或做啥，算啥乡土志还是地方志，因为各县市、各乡镇市区，一定是你会较了解你所徛起的所在嘛。有可能是你出世的所在，有可能是你进食头路、生活起居的所在，或者是你读册的所在，总是你会较熟悉嘛。可能透过这种方式，把你所知捌的记录下来，甚至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迄个啥，凯之声访问就啥。王宗凯还是啥，我袂记啥。伊就讲有当阵透过写作，互家己有即个机会去知捌，想要知捌的迄个所在。迄个所在有可能含家己就是直接的牵连嘛。什么出世的所在啦，还是老爸老母出世的所在啦，还是你读册的所在啦，你拍七交男朋友，就讲一定有一个牵连嘛。而且是完全无牵连，你。用迄个啥台湾地图填出来，摕迄个摕一支迄个什么飞镖哟，甲写落去看写得对啊你就去了解遐。我会记迄个相，王罗密多敢若就类似即种写作法，就是讲伊，我毋知伊安怎去决定迄个所在，毋过伊有看到伊写作的一个方法，可比讲伊就讲写迄个啥，家己喷水伫遐。伊就讲会怎啊规去遐大一礼拜啊，找一个女写是啥，就淡仔哭一礼拜，就去遐写。伊去写新北投，迄啥物浸洪水遐个，伊就怎啊去遐大是安那去遐调查，去遐图书馆找资料啥，用这种方式去找资料，然后甲伊找到资料，用伊家己的想法去甲伊写落来。迄个王宗凯就讲。透过这种方式去补课，因为在过去咱拢无机会去知捌咱的所在嘛。中国国民党伫咧殖民台湾一直到现主时，当然2000年以后，阿扁总统开始才有相对较侪乡土教育嘛。1990年代伫咧读台湾通讯
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哦，迄个时阵各县市或者是本土意识较强的一寡县市长，因着伫伊个管区内的学校，尤其小学吼，宜兰、屏东、彰化、台中、台北县，我印象中第一读大文通县时阵，有即几个县市，有伫伊个小学有提供即种乡土语言教育，啊嘛，可比讲有去偏因迄县市，尤其迄县，吼，咁样迄阵宜兰县、台北县、高雄县、屏东县、彰化县遮个乡镇市区的一寡资料，互因的小学生知影讲哦，咱的家乡是安尼是。所以，到2000年的时阵，才有相对较全面的一种乡土教育。当然，迄个乡土教育有不了侪是用语文的，啊，只是语文即个部分，一直到敢若，伊现就是即个时间点来看成果是无讲介好势，无讲介理想啦。也毋过总是咱嘛有袂少人继续咧努力打拼。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高雄地区，敢有人是住高雄？我毋知咧，歹势，还是有人要分享高雄地区的伊遮所讲的即个啥物报字，我是读报字啦，报，因为我尾仔才知影讲哦，报花的报是即个报，吼，中文也是讲机场有迄啥物 shuttle bus 晓，对无？有诶，比如讲台南啊，搁台北，我会记即两个机场，敢若拢爱坐 shuttle bus 去飞行机本身，甲迄个叫做啥？出入关迄个所在，我印象中是爱坐 shuttle bus， 迄个 shuttle bus 中文敢若是叫做接驳车嘛。啊，我学台语了，哦，原来报花的报是即字是安尼写啊。啊，当然是毋是有其他音我毋知啦，因为我是自选拢讲报花、讲机仔报花即种的嘛。啊，报字的迄个艺术特区，过2年前去到遐高雄遐嘛。我毋知迄个方向是倒一个方向，伊嘛有一个或者啥，摩天轮晓，敢若是暗时看起来是，迄个光景阁袂歹啊哩。啊，其他的啥物法国的罗浮宫，吼，美丽岛迄站，即2天啊，落雨啊，昨进前，礼拜进前嘛，礼拜二，是礼拜二，歹势，礼拜4，礼拜。前几工即个落雨落到久诶，迄有人翕相，吼，可能伫迄个啥车内底，啊，玻璃有一寡水汽嘛，吼，啊，翕出去，哦，迄个美丽岛站真正是就是法国诶罗浮宫安尼，就是可能外形。我去过2年前伫遐过时，我看到无起来地面看，无注意看，我袂记。我讲伫迄个算地面下底迄个算地下室啊嘛。遐不哩啊看嘛，啊，有当翕相，我敢无行出外口看。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其他想法看法。有一个因在地号名，当是讲后野晓。迄个后野当然，迄个野字就是，我记就是日文的汉字，然后日文的汉字。甲即字是算，用另外一个讲法是讲，日文的写法是较成简体字啦。啊，台语也是中文的汉字是写即字较复杂的即字，哦，迄个选择的择，迄个声部嘛。啊，伊就是 H 嘛，伫日语内底是 H 嘛。啊，我会记得我听到高雄因遐人拢是讲野。当然，是毋是有其他人别个读音我毋知，我较常听到，敢若是讲前野后野即个概念。然后，有一个 slogan 是毋是？倒一出节目的迄个 slogan 啊，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归拢公开。这内倒一出的 slogan 我袂记起来，公司台去内底吧。啊，当然。2020即个部分，伊讲是各中心参加迄个搭水果比赛卡本，
迄个时阵敢是怎伫遐听着，我毋知影。好，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要来读罗马日这篇咯，白话字，伊写白话字，小兵李老师26页，这篇较短啦。啊，后面罗马字就啊两位肉长啊，啊是要读较长这篇，较长的这篇好啦，挑战一下，就会文书写来，会使袂？这篇就真正是牛年啊，毋是个古海戏啊吼，毋是个本土怪。毋是。安尼，真就是剩玉林还未读，玉林都要读3年啦，3年都才无读着。安尼咱是要读长诶，读短这篇。好啦，心神之都这篇好啊，拉牙啦，拉牙心神之都。好来，咱来读拉牙心神之都这篇好啊。安尼是毋是？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算8段。这真正是语言故事啦吼。小拉里老师所写7、8段，安尼是毋是？玉林互你先读几段，然后3年你若有对着，3年互你读过好无？然后纪元、乌娜、Carol 应该讲季就会使读一段，玉林你可能使读2段我记。好，只要无去甲我怪。腊日牛年讲古，拉牙兴盛之都。萧兵之，伊是萧啊萧。伊敢是萧是敢萧丁春老师，嘿，萧丁春嘿萧兵之。好，安尼我读过麦啊，我搞怪，我选了个古海。一只拉牙住伫人厝内，选择壁甲世界惊死，听候网空飞来着梦，没死，等候人去困，才落来涂骹斗掠家抓食，日子袂歹过，可惜主人毋捌拉牙的功劳，顶当着就举扫帚要甲伊恶，害伊一时米点压贴，涂骹壁旁，倒骹。倒害伊一时米点压贴倒骹壁旁，毋敢出来佚佗。好，想个什么人要讲？来，3年。我念一段。好，你搁念下，你再搁念一段好啦。好，有一天，伊伫窗仔门边看到外口树仔顶有一只蜘蛛加一领蜘蛛网，定定有网虫飞来，家己着网，蜘蛛干那边仔等待就有便便食物，送到位，拉牙看甲心神感。好，感谢。好，3年换你。精神不如行动实现，你拄会晓珍惜。我拉牙同款会晓珍惜，
心志换定，心意啦，毋是心志，心意，伊是第一条啊。心意换读定，喙音心意，心意换定。心意换定，随时下出窗仔门窗，行到手仔骹，爬上树仔顶，开始骨力更死，拉野死更好势，拉野掠死两世，伊毋是掠尔，伊是两世，伊有一个 NG。两世闭点树桥仔等待，等规波半只房仔飞上房，看迄蜘蛛网已经放长几若只。蜘蛛老神在，还搁在等待，搁一段。全部几段？迄个有哪话哩？嘿，即马为倒位开始27页啊，迄个支那洞顶悬迄半部。哦好，拉牙跟无，迄是正面，要倒面会开单嘿。好，蜘蛛控建议，老兄弟也是转去厝内较适合你。我迄是我。我加捌。哟，这八卦。我加八卦蜘蛛网。你袂晓，你加迄拉牙死，敢是帮？莫怪帮无破，帮无破。无半只，这是半只。哦，莫怪人无半只通自己，要是赶紧转去温暖厝内，较你的生活方式，时间是毋减一字，可能是减一字，也是迄种诶，对，厝内较你的生活方式，是毋敢若减一字安尼？要是赶紧转去温暖厝内较你的生活方式，可能减一字会款。较适合还是较下嘿，我咧摇。哦，阮是歹命，高不中，食着吹风晒日，讨趁，嘿，讨暗趁。赶紧转去啦。赶紧转去啦。好，来，志勇啊，你正面这段有无？顶悬迄？有好，来。大家坚持唔信啥，唔信未来，唔信帮啊，唔信啥，唔信帮啊未来就望，等了搁再等，期待搁再期待，等到腹肚枵，腰甲大肠搁小肠，不得已透咧咧，一花拖点当无力。伫骹步，
也未转到厝内，煞一名乌雨哀哉。真惨！来 K 罗，你帮咱读阿妹。无声，伊是无开麦克还是无对着？唔知影。对无？迄个摘掉，唔通看样学样，有自信，才家己生活方式。色，迄是方式。教，因为你拄迄音可能是伊是教啦，伊毋是一声字 ，CHIAU 毋是一声字。最后一句是教家己生生活，什么意思？照家己生活方式生活，对吧？照家己生活方式生活。生活方式生活。上后壁的生活是动词嘛？啊，头前是生活方式是一个名词啊。照家己的，当然伊有一寡减省字啊。你若要改开种，就是照家己适合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安尼。若要较完整啦，啊，当然照家己生活方式生活，讲句其实惯势就知影啦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感觉上尾即句就是照家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。伊是简单讲，就是讲一个较粗鲁，就是讲啥物？即个老岁内底讲一句，猫毋是食屎的啦。到才是就对啊。对。OK， 感谢叫恁今日分享这个这么直接的。当然，个个是啥？我们才学到，就是滴做滴，碗做碗嘛，对无？碗就是底物件，滴就是硬物件呀。你要甲滴底物件是要底偌济啊？啊，你要甲摕碗来做滴，还是做汤匙？但是对啊，毋对啊？是要安怎用啊？毋是讲完全袂用的，就是你工具无适当嘛。有的人就是可比讲。在过去，伊拢习惯伫倒生活，你叫伊向换一个所在，真正是会买命呢，真正是买命啊！所以这是啥？拉牙兴盛之都，迄真正是啥？看安公食间切切，啊看人生活好势好势，啊毋过你家己去了，才知影讲，代志毋是咱戆人所想的遐尼简单。啊，所以地主就讲嘛，伊咧外口加死是真正歹命，就爱加迄个八卦网，然后大领，迄个增加受风的面积，还是啥物货，再掠了较侪通拖，就所在破去，还是水去，还是安怎，就要紧去补嘛。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观察过野外的地主咧加死，尤其迄个啥，即种地主当然。我毋知迄种地主的台语名安怎称呼，总是照迄个字，可能啥人面地主哦，是啥物货？有一只大只的，迄第一对，我较只看到，较有印象就是去对去高东啊，然后去到后山，敢袂使算后山？看到就是变足侪鸟迄搭遐啦，啊，伊迄鸟其实嘛是外来人去遐放。放久放济了，即摆煞规嘛调伫遐，诚做一种特色。过两年前我去遐看，去遐行大的时阵，就看到迄树啊是林家厝，因遐个厝嘛，敢若愈来愈侪间无人住。我看到咧外口是树的，就看到迄只地主好，敢若迄个地主先卡麦算啦吼，头甲绑还是头型绑伊只个部位就差不多2英尺、3英尺啊大吧，伊就揪伫正中啊呢，迄网啊真正捏到大领啊呢，伊就是野外伊讲的按捏八卦网，无一定是迄
迄个八卦网只是咱口语讲啦，无一定敢若八讲的啦，可能就是伊要捏一个有迄啥根线到鬼线吼，根本上嚟讲，反正就是伊淡仔捏就对啊。啊拉牙免加迄网啊，就敢若吐丝有迄个黏性，甲遐个啥网虫拖，尤其大部分可能是网，看若掠海着吧，加蛇可能看大细只，虎神可能等你暗时困去了，掠海着吧，对拉牙来讲，啊，所以即种虫拖淡仔咧处食吼是创食的时阵。因的生活方式就是无相款嘛，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小平李老师伊就是写白话字嘛吼，我毋知台顶朋友恁即马对白话字的理解了解，或者是实施的程度够对，我毋知。总是我着讲，我搁开始，毋是开始是正式甲古城教育部摕出来读嘛，而且就是读白话字嘛。我就讲，我对因的迄个连字符，搁啥？佮我以即篇来讲，伫27页的倒手边，尾啊第二抓，伊讲啥？吹风拍日，吼。吹风拍日，照理讲，伊应该是一个四字词啊。毋过我嘛毋知为虾米因的白话字即种四字词，煞无四个字用三个连字符甲连起来，我毋知影。前2工仔，昨的款是昨，尤文彦老师接受迄个关怀基金会邀请嘛，伫休落来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三下早10点到12点，因会办迄种算线顶的研习。啊，尤文彦老师嘛，咧读的时阵就发觉到，那照教育部针对连字符的方式方法啦，应该爱有诶符合，嘛毋知啥物原因，因就无去连就对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的台语会有一寡轻读，伊嘛无特别去处理。啊，其实伫迄个叶牧师所写的白话字的字内底是有讲到的，就讲除了去消解遐个声母韵母以外，伊嘛有讲遐个符号要安怎运用，爱安怎运用，要安怎写，爱安怎写，伫咧换会起来，啊一撮连字符，还是2撮的轻动声的记号，伊是拢有写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影因的白话字伫处理的时阵，为怎样会有即种？现主是我也无法度完全掌握的安尼。啊，当然，可比讲的以即篇来讲，吹风拍日，我感觉是一个四字词啊。啊，生活方式对无？上尾一句迄个生活方式，照理讲，伊嘛应该嘛是一个四字词啊，就是生活甲方式组合起来啊。为怎样因嘛是无连字符？目前听到看到有人是因遐白话字是敢若讲，迄个连字符是咧甲你讲。迄是一个词尔，我就讲四字词，敢毋是一个词，我毋知影。啊，过来就是26页，即大家的正手边顶悬第4抓嘛，吼，迄个就是拉牙看甲欣赏甲，因为迄个甲目前照教育部的用字写法，伊是写 KAH， 啊写介意饼顶的甲。迄个教字，你若去查字词典、查教典，伊其中一个意思、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或者啥听道思晓，就讲我著戆甲袂上嘛，对无？戆甲袂上，外戆甲连白上都袂晓，所以戆甲袂上迄个加嘛。啊，实际上戆甲袂上的加写是写 KAH， 啊，毋过读的时是读做 KAH 第8条，也就是26页。正手边第4抓所写 KAH 第8条，啊，所以目前迄阵，前一阵啊，阿宽兄伫厝领读的，大家读遐白话字的时阵，伫白话字的字词典内底，较想要甲 KAH 第8条当做独立的一字啦。啊，所以这嘛是我目前伫
伫读遮个白话字的文献的时阵，有一寡无理解、无了解的所在啊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然后，遮个就敢若对遮有一个所在，我嘛感觉应该是减一字啦，就是27页的顶半部的倒手边的尾啊第4纸迄搭遐嘛，对吧？迄地拄就囥伊讲啊，赶紧转去温暖厝内，应该是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安尼嘛，较合吧。啊，毋过像我一个卡，就真正感觉语义减一块安尼。阮是歹命，高不中啊你啊！啊，最后伊当然用迄个啥轻声符嘛，赶紧转去啦，就是转甲去拢爱读轻读安尼。啊，你轻读是本调啦，目前教典的即个叫啥？伊伫迄个做拼音手册方案对嘛？拼音方案使用手册吼，附录。敢若是附录第7啊、第10，我袂记啥。我顶迄内底就是有讲啊，虽讲目前教育部因家己嘛敢若目前会使看到的文献，迄个单件中嘛有家己抓出来，就是讲敢若嘛无完全照迄个附录内底所讲的迄个啥理论完全照做，敢若嘛无啊。一寡迄个啥数字的连字符啊4字5字种连字符啊，佫啥？我袂，反正就是确实有影，敢若第附录就好啊，敢若第附录就头前，可比讲某一个词头前有连字符，啊，共款即个词去到后壁的时阵，煞减一个连字符，毋知影，所以这当然对口语来讲，影响应该是无大啦。啊，毋过，若准讲是要考试的时阵，这就无可能真做考题啊，因为这就考题的时阵，绝对是会迄种的啊，会向掠包啊。你头前后壁无共款啊，啊，你也掠包变成拢送分还是啥，所以种物件就无可能出现伫个考题内底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拉牙地都对咱来讲都是啥？通拖的一种嘛。啊，较幼路伫生物学的顶端，目前知识内底是讲叫做啥？什么节肢动物吼，节肢动物吼。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我先生，我讲请教一下。嘿。我读迄段，有一个词叫毋信啥，迄啥是有零有啥，迄对，应该是安尼，嘿，应该是安尼，毋信啥。当然我无去查，我无真确定啦，因为我是照迄个语感来猜想啦。啊，有照就是直接去找台语找看卖吧。零啥的啥嘛，啊信啥，我理解是安尼。就敢若我伫读迄个啥，好像教会无内底遐，就一寡字数嘛，真有方便无？我才会去查。因为伫迄个啥，教典的迄个司律法内底啊，伊有甲信啥即个音用汉字来表现，只是安尼即个是毋是爱变成查3字？爱台语有一个。有人修毋信啥，伊讲不信邪，所以有可能翻译袂当敢若找2字哦，因为就是相信的信嘛，啊然后
圣诞千秋的圣嘛，台字顶有收呢，台字顶是收讲相信灵验，这唔信邪就是不信邪啊你啊。台华山顶礼书顶是讲信奉，信邪是讲信奉啦，所以唔信邪甲信邪是毋是？除了唔信邪，拄则迄个爱台语内底有人讲唔信邪，就讲不信邪，唔信邪信邪就是迄个台字顶是讲相信灵验安尼。卡米诺。那个咯，信子伊用信子我唔知影，是迄个时阵的音嘛，因为你唔信邪，伊记的例句是你唔信邪咧，奇怪，你唔信邪，你的生活方式，较。因为我都讲迄个可能减一字迄个，因为台语迄个卡，我最近就读到一个什么卡什么会，卡赢，就讲卡后边照理讲应该爱有一个动词啊，是形容词啊，但过即马这篇就是无啊，怪怪，那拢是所有个个名词，就唔知影。当然，我个人是会猜想讲拍唔着字嘛，算拄好尔，对吧？迄个汉国的讲法是中文汉国讲法嘛，什么哪有可能袂落小饼出来对吧？当然咱台语是讲啥，森林拍鼓有神错，无张伫目睭花花看老狗去。无甲抓出来嘛，是真有可能的代志。好，唔知咱台顶的朋友各有啥物想看法无？肖斌丽老师是迄个啥？做田人博物馆嘛，是毋是好紧着？就是迄个做田对吼。就是迄个做田人博物馆，我无啥晓用呢，是毋是拢是古早物件？咱有朋友有去你顺过看过，还是小眼一个？我敢若进前拄出来时，我敢若捌去你读过。捌去你读过。伊个有几年呢？过了年啊吼，伊是毋是进前？有一个什么俗言语咸酸甜，敢若出几本许？因为你读台文通讯的时阵，敢若迄阵敢有讲过，迄阵敢若买我记，伊就用签嘛，就签起讲，对吧？咸酸甜是一签一签嘛，伊迄阵反正敢若是毋是出4本还是偌济，我袂记起啦。反正就是肖斌丽老师嘛，真正真下心肝伫咧收集遮个资料嘛。所以做田人博物馆当然拢是针对田庄里遮个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。伊讲是80岁啊，敢若80岁啊，超过啊，我袂记得，我歹势我毋知。反正就是有几届去看的时阵，毋知咧，可能我无特别要查啥时阵，就全无看开种的款。玉林的印象中咧。不管偌久进前安尼，有看过印象安尼。我会记得迄时阵，就是去看伊的迄个囡仔鼓，伊用足济迄就是语言咧，所以我顶摆毋知看到迄伊用足济动物的语言咧，所以毋知叫怪气安尼。系啊，我毋知兴趣是讲我要唱。才看卖啊！我想诶。跟工人所想完全无同，所以结果伊是完托的心定，而且迄个源头佮含的字差不多是完全无关系，敢若古一年。完全无共的物件系啊！叫做读到一半，什么混淆什么难呢？所以主要是因为
伊就是讲，伊敢是302期啊，309期的内容嘛。啊，咱是第310期读嘛，所以就完全毋知迄是啥物货啊哩。啊，当然教练去甲找出来到底是啥哩。所以这反正对我来讲就是咱就是甲台北时间暗时9点40点当做台语时间啊哩啦。啊，当然个人事农工商也无一定讲逐不时逐工拢有迄种。只是我今仔日佫想着讲，嘿，莫讲囡仔一礼拜较1点钟一节课，你讲伊要学着啥？准讲咱有才调安尼，一工1点钟伫遮浸伫遮，你讲要有偌大的效果？坦白讲，恐惊伊嘛是有限啦。坦白讲，因为迄个啥，我袂记是龙刀山即个小说，还是陈明林老师，敢是陈明林老师的旁的故事内底的款，就讲，什么某美人细汉的时阵，伫日本时代有读着小学啊，1年啊2年啊是头前3年，我袂记住啦。就讲什么伫学校内底，日本时代日语的老师一礼拜一工才教1节课的日语，其他的时间就讲等原来的语言啊。所以等于到厝了，老爸老母嘛讲，我一工1点钟是要学啥？所以日本时代，我袂记是当时啊，反正就是，敢若是伫陈明林老师的旁的故事内底看到的款，就讲一工1节课就无一定，就真歹学的卡。你讲一礼拜1节课，对囡仔来讲，我讲准讲是大人一工1点钟，迄个效果其实可能嘛是有限，除非就是你有法度搁较做进一步的迄个啥运用利用许，搁讲遮的一寡字词，还是你好言好语去搁去查过安尼，对你家己较有迄个啥较正面的帮助啦，可能是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因为是讲一个好啊，请讲。迄个做田人博物馆迄啊，其实你会用直接去 Google 查找着，当直接入去啊。我会记得以早就是伊无说啥物无足困难的物件嘛，免讲你的户头你的迄个校号是啥，毋免嘿。任何人拢听我吹。对，嘿，伊嘛毋免绑一个啥物货拢免。伊最主要就是咧小解一寡古早物啦。佫有古早的地名，你做田人，就是讲古早做田的一寡物件，比如说讲鸡肋脏水啦、水壶啦，是讲有做啥物？我想者，我会记，我阵时去看，就我阵时哪去看？伊会讲一寡古早的，可能较晚古早生活一寡敢若是囡仔歌遐，还是俗语对，但是伊会甲伊写做真浅白的文字安尼，真好读，真好了解。我会记你是安尼，所以有兴趣会当去你看，因为伊会甲你讲，伊应当是80几岁啊，70岁，我想应当是80几岁有啊，无得到80岁有啊。90可能是袂，我知影80几。应当有凊彩拢有，我想者我迄阵。我记得迄阵我看的阵，敢若我会记迄阵，敢若要80岁，还是已经80岁。伊有最主要伊啥人用做田人，即个主题，就是讲甲伊的生活经验，伊甲伊古早的生活经验啦。即马就是讲，古早人咱做田的时阵接触的一寡物件，甲伊整理起来，比如讲伊要安怎煲啦，是爱饮泉水啦，还是安怎呢？可能即摆有足侪人，就讲用风果啦，还是讲用啥，还是讲拍切啊啦，还是安怎？即摆囡仔可能用，莫讲囡仔啦，即摆足侪大人嘛。40-50岁以下根本就无啥经验嘛，40-50岁以下。对，伊会甲你介绍一寡古早物啊，古早灶开的物件啦，菜拄仔的物件啦，还是可能。就是较迄几十年代的生活安尼啦，差不多我看
4控5控迄阵诶4控5控6控年代迄几十年，会真普遍诶台湾生活方式啊，啊又真又甲你分甲真幼诶小解，我记那是安尼啦。啊又写一寡，最主要我迄届去看是，我阵看是因为伊会写成就安尼短短安尼，啊袂歹读诶物件，啊读起来嘛有伊诶趣味啊。顺续会当认捌古早诶一寡古早物，那敢若会当有一寡念，会当当做念药安尼念诶安尼，啊著捌一寡物件。我会记印象是安尼，有兴趣诶人会当去你抄册看觅啊。你著Google 抄册关键字，因拢著是。小编辑吧，啊是就是做餐人博物馆，我会记那是做餐人博物馆。做餐人博物馆。超侪运动都有，嘿，我会记你有讲着讲伊诶生活，还是讲因以前古早诶地名，还是讲有念写一寡那念歌迄类诶物件呢，啊，佫有就是小解一寡台湾诶俗语，我会记是安尼。有兴趣恁会当去做看。所以 Google 拍着关键字呐，迄内底有就会使连接去就对啊。对，啊，你拍过会记伊无啥物特别的连接嘛，免讲免。反正就是 Google 就是共款字，伊就会连起啊，应该是安尼。嘿，啊，你家点起，你就会当看到做餐人博物馆，啊有几个小解，你家点起，伊内底就有写个足清楚。我记内底敢就是有迄个咸酸甜迄个部分，你敢来讲放做伙款吧。咸酸甜我袂记咧，因为我无去抄咸酸甜诶物件，啊，我会记就最主要就是咧讲一寡什么鸡粒啊、糖水粉鸡迄类诶话，咧田啊、甲牛啊，啊是哇，搁再毋是咧讲什么乌手徛水牛啊，伊敢若会记咧，敢若有讲着做田诶时会去讲着乌手还是水牛迄类诶物件呢，啊伊会去甲你小解讲啥咯，乌手徛水牛啊，伊会讲着，伊在乌手甲水牛因诶关系是啥物啊？是安那会互人起来讲做乌手徛水牛，我记是，我较印象较深诶是水牛啦，啊其他就是一寡古早物安尼有兴趣会当去哩抄出去。我足久，我入去看几啊届啦，啊我袂记哩。详细我毋是足清楚啦，有兴趣当然去你抄看觅一下。好，感谢甲恁甲咱分享。反正小兵李老师嘛，真正是我会记是1990年代，台湾通信内底刊一篇，头一篇啦，就讲啥物我的第一篇台文文章嘛。小兵李老师讲是写阿爸的落甲薰吹款吧，所以这篇阿爸的落甲薰吹伫迄个30档的纪念日刊内底，佫有选入去就对了。印象中敢是小兵李老师，我没有记住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来读即个312集的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带领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也感谢大家朋友听我咧顶悬网、读网、分享、网交流。那今日读到这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，再会。多谢大家。